做咩喺成堆酒吧中間有個 playgroup？ 話說我有次喺 Peel Street 揾酒飲，望到街尾做咩開咗間 playgroup， 心諗係咪俾啲家長掉得啲細路仔喺度出去飲酒？各位家長諗下就好啦。呢間其實係以幼稚園做主題嘅新巴，叫 Friday After Class。入到嚟真係好有童趣，佢哋 cocktail 都係由 BB 班讀到大學。我講緊嘅係酒精含量。我呢啲咁高能嘅，梗係要由 BB 班開始讀起啦。呢杯 The FAC 全名係 Fermented Aromatic Cosmopolitan， 你當佢係杯酒精版 Red Velvet Cake 咁就啱啦。呢個好 Raspberry 加芝士鋪，幾得意。飲完就升上中學耶！有兩杯好好飲嘅推介，呢杯 Loving Colada Piña Colada， 但加咗青瓜同芝麻，再做澄清。呢個好清新喎，青瓜味。呢杯 Aviator Sesame 好靚嘅藍色 Milk Punch Aviation， 但加咗栗子同芝麻，好飲。最後要被逼下海出社會。呢杯 Flow Like a Butterfly Sting Like a Bee， 一杯價錢可以飲兩杯，咁一定要自己合緊交杯。先飲呢個 Mango， 再飲呢個，但係好飲。最後想講佢哋鋪 slogan 叫 Never Drunk in Hong Kong， 真係形容得我好貼切。好飲。